110年度的全台公费流感疫苗，伫咧10月1号开始注射。上午市长黄惠特特别来到安定区的第一梯全国16间学校试办校园电子化注射的南兴国小来，甲大家做宣导。甲以前无同的是，对接种进前的家长同意书到疫苗接种，拢是透过电脑甲平板来完成。是不是全面拢无用到纸张的方式？希望会当伫安全防疫的同时，嘛注重环保。其实我们今天施打的对象是国小，坦白讲，他们的年纪也比较轻哦，那抵抗力、免疫系统可能都还没有那么强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呼吁我们的医护人员都要特别用心。那今天施打的对象是5、6年级，接下来会往下施打，到国小的1年级都可以施打。因此呢，我们也希望说，赶快打疫苗之后，能够建立保护力，那可以让大家安心的求学，让家长也放心。这摆公费疫苗分成2个阶段，如果有接种过新冠疫苗的话，必须要甲流感疫苗相隔7天。今仔日接种的对象，除了国小的学生以外，嘛包括年满6个月以上的婴仔，一直到5转3年的学生这个区间，阁有65岁以上的长者。秋冬是流感可能较会发生爆发的季节，市府嘛呼吁民众要赶紧来进行接种。因为全国我们只有16个学校先加入我们今年的示范计划。因为毕竟这个系统是一个新的，那其实我知道这一次学校在配合的过程，到昨天晚上还在试用这个系统。那今天我们系统厂商也有到现场来，会协助大家。如果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，现在小朋友坐在这边，等一下他们就会一关一关的包括他们现在家长已经都勾好了，他们的意愿都在这个电子的这个系统里面。那所以待会他们从健康评估到接种完这些疫苗的登记，都会直接在我们的系统上作业。说会有一点紧张，打完就感觉手有一点酸酸的。没有。伫活动现场的小儿科医师嘛要提醒大家，接种任何疫苗拢有可能会出现无爽快的状况，所以要特别甲老师甲家长讲，若小朋友接种了有出现无爽快的状况，就要赶紧送去病院来做检查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